魚蛋粉一直深受香港人嘅愛戴，今次就帶大家去呢一間開業超過20年嘅香港品牌試下啦。100%純魚肉手擠魚蛋，每一粒都好爽口彈牙，配搭埋魚片同埋魚角，可以根據個人口味落埋醋同埋辣醬，河粉吸收晒老火魚骨湯底同各款調味嘅精華。小編都忍唔住買咗佢哋嘅自家製辣醬啊！鮮蝦雲吞麵亦係另一款經典麵食，湯底清甜唔油膩，飲落好清爽。雲吞嫩滑多汁，加上彈牙嘅麵條，簡直就係絕配。另外，餐廳選用上等新鮮牛腩同埋牛雜，一上台香氣爆棚。每款內臟都有獨特嘅味道，亦結合咗爽脆、軟滑等各種口感。最後試埋牛腩中嘅極品賓沙腩，肉質軟腍，帶有豐富膠質，而且入口煙韌彈牙，肥瘦比例恰到好處。因為係每日限量發售，想食嘅就要早啲去啦。當然唔少得仲有脆卜卜嘅炸魚皮同埋郊外油菜啦。記住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Vegeta 頻道，一齊發掘更多美食啦！